在个新闻要来看司法的新闻，前总统马英九伊咧官司拍6档这个闹涉秘密的案件，高院经一审今日判无罪确定。案情为一审判无罪，到高院改判4个月徒刑。经过最高法院撤销发回经审，经一审判无罪理由是，主要是因为这个法官认定讲前检察总长黄世明甲前总统马英九并无共犯的关系，马英九是被动处理这资料，所以讲判无罪。 每回出庭拢老神在在，马英九卸任了后，好亲像无为涉入案担忧。案情真相6档，即马高院经一审，马英九总算判无罪。检察官所举的证据尚不足以证明马英九涉有检察官所指之犯行。案情峰回路转，回顾6档前，起因是地检组经办前立法院长王金平甲民进党立委郭建明的司法官说案。 马前总统听出前检察总长黄世明报告了后，告知当时行政院长江宜桦等人，一审马前总统主张刑事宪法交予院制调解权，被判无罪。但是到高院2审判4个月，使解扣罚金12万。马英九上诉到最高法院发回经审，经一审结果法官认定马前总统甲黄世明无共犯的关系，是被动摕到资料，才无罪定案。 本院认为，本件是黄世明主动求见、交付书面以及口述的资料，被告是被动的接收，因此不能误导被告假借总统的身份来违法取得应机密的资料。 特别是涉入案定罪，因为拢是3档以下徒刑，原本是高院判决了后就定案，但是因为大法官准令做出设置，7月2号解释，针对1审无罪、2审判无罪被告，应该予被告一次救济机会，促成立院修法，改做会使上诉最高法院，嘛，予马英九成功上诉。